样，贵必胜，公讨不公，臣必贵。张公公，这王玉雷时常懊悔，这就是害怕。只要不要做亏心事，不怕半夜鬼敲门，快请出老夫人。是。一请老夫人。大小姐，一般是为王去吧。叶姑，你快见鬼了！啊，快为王去吧。此王里有计。快私下无声，替我开门来。
黄花闺女配老人，咱要遇见三喜金，谁知他偏偏穷鬼，咱光说着他心底，圈发动，轰发起，偏发起，妈他不依，也可年轻啥子情，见到老娘死于非。嘿，晚上我比阿妹商量嘞，就想来想。老师，你叫小姐他小姐他谁这里啊？哎呦，我个宝贝阿妹到这个时候来要很高，陪老夫你去看一看，是你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你看，你叫小姐可叫起你，一定是生病者。对，老婆家长着胃口的，他们背起黑个的啊，快点！咱们干嘛嘞？老夫人，哎呀，侬看他小姐可叫起名，哎呀，浑身是汗，一定是恶魔转身。哎呦，侬快点看，一看啊！是。啊！你做什么？也是我王爷娘娘不成嘛！啊，你滚呀！滚下去！哎呦，辛苦了姐，下去！哎呦，我被安慰啦！妈哟，侬这啥天，娘把侬吓死了哎！哎呀，妈，刚才女孩呀做了一个大事的梦。梦？大事的梦啊，跟侬刚刚的。妈妈娘啊！哎
亲戚母年相比，心里寒美，自不宜。到底是千金多小气了哦，家知道八德不孝。女儿拜见母亲。侬的爱里还与母这个娘吗？女儿不管，两也不管。我来问你，宪法与侬说起的婚事，侬到底答应不答应啦？是女儿在那奏明杀。哎呀，啥子呀？娘是为侬好。要是侬嫁到钱家去，吃个鱼，这个粥，一生一世不用愁，哎，这有啥个不好的？哎呀妈呀！啊，姐姐这样子好，你为什么不将女儿我嫁过去呀？啊！哎呀，宝贝阿囡，搿钱少个年纪啊，要比侬对面个阿爹还要大13，侬要噶？啊！原来我是一个老太子呀！姐姐，你可知道妈妈她替你找了一份好身家，你不想嫁过去呀？我老外依着你，你现在那你去嫁吧。啊！你竟然叫我去嫁一个老太子的，你不能嫁，难道我就能嫁我？好的，这门婚事答应也要你答应，不答应也要你答应。母亲，娘，哼！在那马蹄三蹄长江你问这个对面老头子来水，女儿家可是欢送此事美，不怪那深深放马多情哦，今生一次相难配。大家知中望两是非，我才上发家爱穷归，前世老家有情16岁。你那个穷归不家呀？找到知道发财，一做自家会。其实郎最好我不爱，裁缝子在叫我愿下来，人生终于就好福，心爱福离开呀！我去快把老娘家起业嘛！哦哟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啦！老娘家我吃个太厉害，浑身心痒啊！侬去快拿我起病业府！侬虽下有穷归配子人滚蛋，我要忙着把子先回。父亲母亲，原谅。哼！什么原谅不原谅？早已到各有各法，家有家规。哼！到底是农家贵啊，还是老娘姑母的班子啊？等等，母亲，眼包呀，眼包耶！哎呀，我的眼睛！哎呦，这先杀先死个，哎呦，这男人啊，真了啊！哎呦，眼包啊，快去背假发。哎呀，不是大龙，是大梅。母亲，母亲。你哥不上我脑，但他。
穷困配不配？钱家配不配？钱家就不配，就我死不配，做救国贼，死之永不为。啊！你姐姐，你真是把戏演。妈，你老不是给你了，不没法，你过来。哇，你老不想听，莫非是茄子老大画家的人去茄子妹子？哎呀，这个茄子老，干嘛能信呀？他这个茄子官司完你的人嘞，对，把他关起来再说。就像那枪，那么把茄子关在牢狱里头，让他去滚滚，老子说下去。我心碎不得，我就是母亲。妈妈，哎呀妈哎，妈不好了不好了啊！哦，啥个事情嘛？我的。妈妈娘啊！小马草里逼成鸡窝，情书生一朝逼成长歪郎，怪你我一夜不知少一滴，其实你这场乃是真心肠。哎呀，天哪，天哪！哎呀，个讨没配呀，为的翻身啊！妈，哎呦，那个，当初娘是又大又忙，一下开始被赶出去，想不到被陈光祖穷鬼真的为祖国了。哎呦，跟那个爸爸你，对，快点，不能阿家去请出来，俺母女啊，俺就讲好话飞到了。哎呀妈，你竟然屈不得第一！你想，你平时里这样当他骂他违反过我们吗？对呀，刚刚才打了一顿，跟那个爸爸你。妈，一个女孩生得漂亮吗？漂亮，俺侬是做王娘的了嘛？啊，我最近她长得像不像呢？像，人家都讲俺是张家一代凄美花。既然是此，那妈妈为什么不替女孩我想一想你？像，这有啥好想啦？哎呦，囡啊，侬真是聪明透顶，七窍玲珑之心。人家讲世道对头无人心，我看世道对头是我阿囡咋起来？妈妈啊，喏，这个肉酸菜是侬阿家身上抢下来的，侬手一定用得着个。这都是妈妈。快点去准备啊！公是老夫人，后是老夫人。哦，
想必侬也晓得侬姑爷已经辛苦得中，也是侬下得人的勇气来噻。陈公子得中听命长远，应该放弃他小姐上京城为本。这个事体不由侬来操心。老夫人，老奴有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该讲的讲，不该讲的不要多讲。我该讲的该讲，不该讲的一句都不讲。讲。老夫人。侬今晚如果妻子叫声起老夫人来噻，滚！滚！那个老东西，那个老奴才，这东莞还是都去外面找点好事的啦！哎呦，气气呀！对，来个先下手为强。二宝呀，二宝耶！哎呦，二宝呀，喜事，俺屋里向要办喜事嘞！可惜房院里早要闹鬼。二宝，侬也破鬼呀？真的？哎呦，二宝，单子都不破鬼。哦，那么听娘的话，今夜三更，侬先去后上房院里，娘鬼死他，跟俺屋里向踏平办喜事嘞。我晓得侬是个胆小鬼了啊！好，这个事体千万不要得人家去讲。要是鬼死他大是真哎，娘就能不能出去楼台？不能他老久。烧得黄一点哦，烧得黄一点哦。烧。哼！情愿上了一出来，不让我跟世上来。
陈公子，这种替你偿原谅。怎么他这种少女了？奉为礼部长史，奉为礼部长史，这可显得你群累了。这要起来你去。小姐，阮叔伯，你是什么儿小姐？大小姐，本小姐为贪图荣华富贵，与夫人设下一计，妹妹之家要上卷去成亲了啊！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！你这一死，谁人高兴，谁人流泪；你这一死，谁人分晓，谁人伤心。你这一死，可对得起死去的爹娘啊！爹娘，你这一死，可对得起我养你、宠你、爱你的老奴张忠啊！大小姐，你不能死，你要不下去呀！前辈神勇，死无逃生。为见之间，逃出不去，找到陈公子，赎身冤情。对，我要上京而去，赎身冤情。大小姐，待老奴踏着小肉来，自不两人一起逃走。多谢老总吧。大小姐，你要对我啊！你要对我啊！多谢老总吧。
计。
有西湖四七桥，大小姐托孤梦来生飞。一人有我起哄，我跳唱大声，都给你恭小姐。大小姐，这老爷身陷一锅，遭不义。想不到美国就的这种惨惨岁月，竟用眼憔悴难填。大小姐，为何我手里摸手在衣裳？老总吧，月来一弯起我心，我身一花张无意，跳唱声俱闻名，都要你不起我来掌声。这里不是寂寞情，心太情，一个他无故中央总不人。原来是此话啊！老总大小姐，男子是敲场上配上去，事情是两腿水上不难移。老祖公，关于老婆性命，莫非是他们要弄死了？对呀，他们要把京城侵蚀了啊！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。大小姐，走
真情的日子，为何不见长老恩公一同来京啊？张恩公，你说的又是哪一个呀？郎姐，原来你说的是他娘啊！只因他年纪大了，故所以没有来。原来是此。夫人，小臣这里写今日一杯，请夫人细饮此杯。这交杯酒里是夫妻同饮，他怎么叫我先饮呀？莫非是我失虑了哉？夫人啊！郎君。
是天荒地老。对，是天荒地老，是天荒地老啊！郎君应不顺。我的你天荒地老心来烦，茶不在路上吊流千年往啊！他怎么语不能词，又是风的呀？原谅我大姐老妻心慌王七妹她把你放心上，我要给你问这一家来我君算了算计，可以在来身上，你今生自己别梦想。父神，你并非做梦，这都是真的呀！这是真的。父神，你看，谁在此？要放弃青梅我，修炼的几年啊！今朝是分开的人，应成我虽在应城上，心到却是泪光。夫人啊，茶馆来儿莫悲伤。我与你爱去同居山上，父神请。请你。啊呀呀，父神，下回都想起来了，想那朝中大臣都为这些听音剧，得下官去敬酒一叙，即可具位。此次郎君请自便。好。送郎君。父神扫礼。为得我差一个山中
天我不了你的笔，采了你的金，将你见堂恨。
好心啊！快去衣服啊！
隔壁桌要吃饭是不是？哎呀，我这里没有，你到哪一边去看一看啊？哎呀，我等你吃过，我这里没有。你要喂吃是不是？那，过来，帮我喂吃。我不能喂吃，
你是个小心点哦。啊，贾月哪里？夫人，贾月，你到县里把那个言论成语带接我。是。哎呀，急死了呀，急死了！你可真是个府上的菩萨，啥啥都得包给着我啊！本夫人言论成语带到。贾月，你可知道？他们不是言乱成语，乃是你的舅老爷不义奶奶，把得夸夸引起。是，有请舅老爷姨奶奶。以其悔恨之心，为今岂是记仇之身？此次多谢姐姐。姐姐，可你也不拿来，还是将衣裳换了吧？还是今年过去换上吧。好，就像梅香把你的衣裳拿出来给。是。那好，这是梅香。你都好吗？好是好，吃的鱼穿的嘴啊！你过来，快把衣裳换了吧。这下等下，还有半夜是
既然爱觉得我缘故，也就算了。这下梅香，你们与我出来，你们这个跪下！今日里要是唐小姐她不喝下这杯酒，你们两人呀就休想起来。大小姐，你往此喝下了吧？你
啊！你们快弄碎！好，不错，你下过去的，给我拿了出来！去打！来有，在结果人上到，结果人上到，原来是个哑铃，这个哑铃的用吗？怎么跟我夫人长得是自家女长子？你是个哑女，又不长子，这叫本来是我替你带呢。这是姑子的罪，哎呀，老爷冤枉啊！夫人，怎么女神是他？真是，他是何人？他那是洋嘴刁妇，只有容貌与我长得相像，把我府中前的举报竟然陪我杀后，他那个举报思念过我，这上面只有你不举冒自己。哦，既有这等事来。他说是红女配你弟兄相，却为何张龙这样说冤枉？他为何杀子是在中到手上？他妻儿是多少？夫人啊，王法夫妻不能乱讲。老爷，这里为其他是你骗我。哦，养生养路，杀人命，大政受审，当推在你要面层怎么不娘？其他人轻率一块地，岂用何人大帮忙？来呀！将士女官官也见了，该等查证以后再做决定。好，大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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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冤枉啊！可与长子，吾有长子，老公，崔公子，老公，怎么是你害起冤来了？崔公子，老奴没有冤枉，那是大小姐有冤呐。大小姐，是啊，不是这次吗？她是二小姐，刚才这个女人那是大小姐。
你这是无言了，有看我不当了你！哪怕你刚到家境，我也要讲，我也要杀。老公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哎呀，陈公子呐，是他贪图荣华富贵，与夫人设下一计，妹妹之家藏进而来，与你成亲，将大小姐给嫁他人。大小姐誓言不从，将他关在望月里，要将他慢慢烧死。可怜大小姐上天无路，下地无门，只有跳窗而逃。可怜大小姐伤腿受伤，那是年姑被他藏进来找你的呀。陈公子，你要为大小姐伸冤呐！老公，你快起来！你是放在那个女外就是大小姐。是啊，那她怎么变成哑巴了呢？哑巴啊！陈公子，你叫大小姐来查个名，直播间吧。好，来呀！带女外上。走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讲完了，你讲啊！他叫你吃哑铃。大小姐，你放心，让我为你随我。陈公子，将你茶一用，要他何用？茶饮他，今茶吃哑，你茶你讲。好，将你茶去给他。老爷。苍天，天哪！我一直想去，能嫁给杨勇，为我大小姐生育。老爷夫人，望你先天之灵，保佑大小姐呀！大小姐，老奴来了。哎呀！天堂！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经过杀人灭口了，要将他绑下去宰了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醒醒啊！冤枉啊！大小姐。哎，不是的。
几梅花并成4家，他母女老百姓都来参我两院的邻家，希望眼顾少雨泪，我跳上高声最天亮。快顾身在心内将我去，藏在石头送来的送茶，眼顾白路上京城，谁自有心情他不要。送远近。
老奴的病意呀！老公，想以不可领地到世界上，我想生你作为义母，不知你意下是何啊？不，老奴哪有这样好的福气哟？爹爹在上，随黑儿一拜，快让跑起来，跑我起来！带上来，好。走！走，大兄，给老板娘来着，看起来自己有点不大对头嘞。哎呀，女主！哎呀，阿妈，侬问我跳了来做啥？哎呀，事情都吹棒了。啊，来了，希望超回去。来呀！小儿女为官也死了，再等确认在。请小姐侧堂。是。我去，心碎不了啊！爱国他为我而死，我要不管为情，为爱国受刑。恩妻大业大德，皇族无不依从。来，送小姐为夫。是。